大家好，我係 Sam 啊。咁今日介紹盈海一個511尺嘅買賣盤。咁呢個買賣盤咧，雖然係位於低層，價錢平啦，有裝修啦。唔阻大家睇下單位入邊嘅價格先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單位，一個小嘅玄關啦，連接咗工作平台。雖然呢個單位嘅層數咧係略為低，但係大家唔好忘記，我哋由呢個盈海嘅住宅大堂入 lift 嗰度係2樓，我哋腳底仲有2個嘅複式單位啦。其實基本上係如果要數層數嚟計，呢度應該係叫2樓，就望翻成個盈海商場嘅遠景。好啦，單位嘅廚房全原裝，交樓標準。單位洗手間，單位改咗呢間細房，改用趟門。主人房咧，利用埋窗台。做咗上窗台床，一啲壓迫感都冇啊！做咗一個地台嘅收納空間。如果睇對單位興趣，可以 call 我 Sam，電話係9092703290927032，等你電話。